过来消息过来看，出入加油站就要特别注意。伫桃园的大溪，就发现讲有一台山脚车伫加油站要驶翻头，险啊启动着加油加刷，停伫路口的奥多拜。加载这奥多拜驾驶车等的人赶紧走，才无发生意外。画面内底奥多拜加油加刷伫路口咧等。 拄着当要正外的沙石仔车，加在骑奥多拜的人赶紧走，才无造成重大意外。会看不到，因为它有视差啦。嘿，因为你刚好转弯嘛，他根本看不到机车，因为它高度高嘛。一部营业阴影车于加油站内因回转时未注意到视野死角，不慎擦撞民众机车，所幸民众反应迅速，及时闪避。警方表示，车伫转弯的时阵，前后轮会产生内轮差。 尤其是大型的货车也是拖车，大部分后壁拢有挂车镜，车身超过12米长，内轮差的范围相对搁较大。建议民众都要保持距离，或者是饲喇叭警示。大溪分局30开始，嘛针对大型车展开2礼拜加强执法的措施，交通安全受到重视，要加强行人的安全。桃园嘛伫学校、交通场站、大型卖场或者是病院等等附近的路口，实施行人车顶专用的时尚，甲行人车顶提早到的方式。 减少人跟车的冲突。就行人走的时候，全部车都停下来嘛。对，不错啊。在行人人流较大的一个路口呢，我们都实施行人专用时项。那截至目前为止呢，我们桃园市一共有10处路口。交通局表示，考虑桃园号志路口人车交通的形态，甲其他的5度明显无共款，无法度全部实施行人专用的时尚。针对无符合这个条件的路口。 会采取行人车顶提早5秒至10秒下道的方式，达到人车分流，按算年底会增加到180搭，来保障通行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